各位街坊望過嚟，哇！今日藍天白雲啊，呢一個天氣啱晒嚟拍海景打理。冇錯，今期依然帶大家去睇下珠海情侶路上邊嘅豪宅單位。呢一套單位磚梯入戶，有冇見到啊？你嘅專屬電梯口，140個方做到4房南北對流嘅設計。嗱，入門口呢度做咗個衛生間，入翻嚟客廳同埋廚房呢度望一望。嗱，呢度就係你嘅廚房啦。廚房呢個景望出去啊，哇！一片嘅海景啊，喺呢度煮飯仔，個心情都特別愉快。咁我哋睇翻個客廳啦，嗱，呢度就係客廳啦。開間咧係4米嘅開間嘅，咁啊呢邊就係你嘅餐廳位置。呢度係你嘅第一間房啊，做咗個開放式嘅一個書房嘅。再嚟望翻個景啦，靚到爆啊！你睇下個景。樓下就係珠海嘅九洲港碼頭啦。咁我哋入翻去休息區望一望，呢度係你嘅長輩房，朝南望海景啊。咁啊呢邊咧，我作為一個兒童房去使用啦。雖然係朝北，但係依然都係望海景啊。最後去睇翻你嘅主人房啊，主人房第一個乾濕分離嘅套廁啊，重點嚟噶，朋友們。主人房望出去你睇下，哇！呢邊無敵嘅海景啊！嗱，每日早上喺呢度瞓醒，你望出去嘅咁嘅景，哇，正！簡直就係夢中情房。呢套單位，呢套屋苑，去香港只需要1粒鐘，完全可以選擇喺香港翻工、收工翻到嚟呢一度。咁嘅單位中唔中意咧？歡迎評論區留言討論下。